来看行政院消保处今仔公布去年针对18个私人的停车场审查的结果哦，无及格率是7%，大多数拢是停车场管理的问题。假期期间，停车位歹找，消费纠纷嘛对咧发生。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公布，2022年针对8个县市总共18位卖场、饭店甲游乐园的附设停车场审查结果，发现18位当中有13位检验无合格，其中大多数拢是停车场管理的问题。不合格的13家，大部分都是关于专用车位被占用，其中有9家。然后比较严重的其他的违规事项是有1家没有申请登记证就对外开放营业。那违规太样是没有公告收费标准，或是没有公告停车时间，没有满1小时的收费标准，或者是收费标准跟登记证的记载不符合。消保处表示，经过通知了后，业者拢有改善。不过，侵占新种富有停车位是属于动态违规。交通部回应，除了要求业者增加巡逻以外，嘛呼吁民众主动通报。预计今年前半年会加强抽查100位私人停车场。针对这个这些卖场比较还有大型公众人潮出入的地方比较多的地方我们会来加强查核。那我们可能会针对这一些场所预定大概在今年的上半年以前会再查核抽查100个次数，一个100家提醒民众停车进前，要确认敢是合法的场所，敢是设备敢有周全，收费标示敢有清楚，才袂影响家己的权益。记者麦尚英、陈保罗台北报道。